么？你说呢？反正不是我写的。你跟他的过节可不少啊，当初散伙的时候还打了不少官司。在这个圈子里，谁跟他会没有过节呀？案发的时候你在哪儿？今天晚上你不是刚从我家把我给拖出来了吗？你一个人吗？当然。有证人吗？你自己在家的时候会给自己找证人吗？可是我们有你在现场的证据。不可能！如果你说你有证人的话，让他出来跟我当面对质啊！我不需要证人。演唱会场馆后门种了几棵马占相思，这种树在高陵市种的并不多。徐先生，你觉得如果我现在把你的鞋拿去做检测，会不会在鞋底沾的泥土里发现马占相思的花粉呢？实在是麻烦你了，突然赶上我家里有事要回家。你看起来挺面生的，是不是演唱会前2天那批入职的呀？听说你们这批人在谢正荣手下办事，不过他现在死了，你们倒是走运了。说是说人命关天，不过在背后咒他的人多了去了。对，我是去过演唱会后台没错，而且当时是去找谢正荣的。你找他干什么？我想杀了他。我跟他债务纠纷到今天都还没有结束，搞得我现在事业受阻。当时我带了把刀，偷偷溜进演唱会的后台，但没想到有一个穿着工作服的男人进了谢正荣办公室。一开始啊，我还以为他只是谢正荣的助理，没想到他走了之后，我就在谢正荣办公室发现了这封勒索信。可是真没想到，谢正荣居然死了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人不是你杀的？我发现这些事之后，就直接开车走了，因为心里没有负担，就没有刻意躲避摄像头。这些你们都能找到证据的。我说，杀人这种事，只想想应该不犯法吧？您说的工作人员是演唱会场馆的，还是艺人公司的？应该是艺人公司的，毕竟演唱会期间，后台不准任何人进入，更何况是谢正荣的办公室。如果他是新月公司员工的话，恐怕女团也会遭遇到危险。我的手机呢？你怎么和我一样开始犯丢手机的毛病了？你等一下，我打过去。好像是录音室，去那儿看看。真奇怪，怎么会在那里啊？哎，你就没有在背后骂过他？没，我不喜欢骂人的。怎么没信号了？我的也是。哎，门怎么了？怎么突然关上了？好，我知道了。我问过了，他们公司会议刚散，施代柔、林书瑶、苏恒都回家了，雨潇和早安好像还在公司里。你刚才联系上早安了吗？没信号。那公司电话呢？没人接。是着火了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
么样？没信号，不会有事的。从1楼开始进行地毯式搜索，每个房间都不要放过，一路往上保卫。行动。是。卡卡呢？早安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了？你说话呀！先出去再说吧。